真正的好朋友不在乎你成不成功，不在乎你有没有钱，也不会计较你是不是一个多么厉害的人。他们关心的是你什么时候有空，能不能出来聚一聚，能不能坐下来一起说废话，一起开开玩笑，一起度过那些不需要伪装和压力的时光。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友谊是无需条件的，它不是因为利益结合，也不是因为谁比谁更有价值，而是因为彼此的存在让对方的生活更加轻松，更加快乐，更加有意义。人生中会遇到很多人，有些人只是过客，他们可能在你成功的时候为你鼓掌，在你得意的时候陪你庆祝，但当你失败的时候，他们却转身离开，甚至消失得无影无踪。而真正的好朋友则会在你最落魄的时候陪住你，在你最无助的时候给你肩膀，在你低潮时给你一顿热腾腾的饭，然后坐下来和你聊那些不着边际的话题，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忘记那些压力，重新找到生活的动力。真正的好朋友不会因为你的成功而嫉妒，也不会因为你的失败而看轻你，他们为你的成就真心感到高兴，为你的失败默默陪伴。他们不会因为你变得富有而变得热情，也不会因为你一无所有而对你冷漠。真正的友谊不需要比较，不需要讨好，不需要任何额外的条件，它是一种简单的陪伴，是一种无需过多言语的默契，是一种即使长时间没见面也不会感到陌生的感觉。有时候，好朋友并不是天天联络的人，而是那种即使很久没见，却能一见如故的人。彼此不需要时刻保持联系，但当有一天突然联络上了，话题依旧可以没完没了，笑声依旧可以贯穿整个夜晚，没有客套，没有距离，没有那些虚假的寒暄，只有熟悉的语气和曾经的默契。这样的朋友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变淡，不会因为环境的变化而生疏，因为他们的存在已经成为彼此生命中不可替代的一部分。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里，人们都变得忙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有自己的生活要经营，有自己的责任要承担。但即使如此，真正的好朋友还是会抽时间相聚，哪怕只是短短的一个晚上，也会让人感到无比满足。他们不会因为彼此忙碌而埋怨，而是懂得珍惜每一次的相聚，因为知道每一次的见面都是难能可贵的时光。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不需要多么正式的场合，不需要高级餐厅，不需要华丽的排场，甚至不需要特别的安排，可能只是一家老旧的茶馆，一间熟悉的餐馆，一张简单的桌子，几盘简单的菜，就能够聊上一整晚。话题可能从小时候的糗事聊到最近的生活琐事，从一些无聊的流行话题聊到那些看似毫无意义却让人忍不住大笑的话语。在彼此之间没有包袱，没有压力，没有谁需要伪装自己去迎合对方，因为真正的友谊从来不需要伪装。朋友之间最舒服的状态，或许就是可以互相取笑，又不会真的生气，可以互相打击，却知道对方是真心在乎自己。他们可能会说你胖了，但下一秒又会约你出去吃大餐。他们可能会说你最近很颓废，却又会在你低落时陪住你熬夜聊天。他们懂你的坏脾气，懂你的怪毛病，知道你有时候嘴硬心软，知道你有时候需要一点空间，却从来不会因此而疏远你。真正的朋友不是完美的人，而是那些能够接受你不完美的人。他们不会因为你的缺点而嫌弃你，也不会因为你的改变而离开你。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会变的，环境会变，工作会变，甚至人际关系也会变。有些朋友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慢慢变得陌生，慢慢失去联系，但总会有那么几个人，无论时光如何变迁，无论彼此经历了什么，依然能够在你身边，依然能够用熟悉的语气和你说几时有空出来聚一聚吧。这样的朋友不是因为习惯才联系，而是因为真心才愿意一直保持联系。真正的好朋友不需要每天见面，不需要每天联系，但当你需要的时候，他们总会出现在你身边。他们不会因为你的成就才接近你，也不会因为你的低谷而远离你。他们只在乎你过得好不好，有没有时间可以出来聚一聚，聊一聊那些无关紧要却能让彼此开怀大笑的话题。这样的朋友是人生中最难得的宝藏，是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最纯粹、最值得珍惜的存在。真正的朋友不一定是在朋友圈里经常点赞的那个人，而是在你失落时愿意陪住你发牢骚的那个人。他们不会因为社交媒体上的互动多少来判断彼此的关系，而是会在现实生活中给予你真正的陪伴。他们不会因为你风光的时候才来凑热闹，而是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默默伸出手的人。他们不会在你人生低谷时嘲笑你，而是会陪你一起骂这个不公的世界，然后
在拉着你继续前行。真正的好朋友，从来不需要用利益去维系，也不需要用刻意的讨好来经营，因为彼此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默契，一种陪伴，一种即使时间流逝也依然不会改变的羁绊。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拥有这样的朋友。无论世界如何变化，无论岁月如何更迭，他们依然会在你身边，依然会约你一起出来吃饭，依然会陪你说些无关紧要的废话，依然会用最真诚的方式，让你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